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霞岛是位于淡水河甲基隆河相交叉的所在，以饮水来出名。1970年，方划为红泛区。台北市政府下令限建禁建，将近半世纪以来，这个霞就亲像时间风冻结。老旧的房舍甲街道，嘛被输将做台北市的化外之区。嘛因为禁建甲限建，所以霞会当来保持着特殊的历史风华甲地景人文。2018年，内政部通过台北市政府提出的生态霞岛开发案，这项的计划引发着在地乡亲两极化的反应。这个经过49年的霞岛，后一步要安怎行？若是进一步来开发，阁有啥物款的争议呢？咱就做伙来关心霞岛的难题。阮是一个害一个破头的瓜牛啦，背着一个破头的小小瓜牛。这个地方不开发，社子岛永远是2等公民居住的地方。高流在城市边缘，对延平北路7段转入霞子岛，下了弯桥单线道，好亲像在城内小路，两边的平厝甲铁皮工厂。有早年台北自热样貌，时间就亲像颠覆在半世纪进前，门牌真做真是修身之都唯一的线索。不敢修房子，修了就变违建对了啊！变违建，对，所以我们其实也很委屈啊。我们岛内 7什么都没有，那是谁造成的？市府，是他们进建造成我们这样子的生活环境。台北市政府是对不起阮霞子岛，阮霞子岛从禁建50年，所爱到的税金。所尽的义务，伊敢有想到？伊无想到啊，对无？阮拢同拢爱种较对，阮敢有建设到？阮无啊。霞子岛其实毋是岛，伊是伫淡水河甲基隆河的交汇处，双河冲积形成霞子岛，地势低，容易水灾。1963年高热烈风台侵袭北台湾，造成台北饮水3天3暝。1970年，霞子岛被规划做风环区，遭受限制开发。将厝被排除伫都市计划范围外，建设就此停止。你讲你住遮几年啊？70多年啊，3年108万几年讲。你家出世？在遐出世的没无路。75岁陈进良带咱加入组团的三合院，蹲下全杂物的灶骹甲房间，是伊甲小弟相依为命的栖身之所。这都是旧的。旧的嘛要老换地方，太平人都种这款，几百年啊呢。看遐几百年啊，田啊后毋才会迄个，毋才换地方，无换地方弄来遐后田啊，较早田啊无木材无，弄来后一断来落来，遐拢迄个毋知。装下厝歹去，袂当拆掉重建，只会当用铁皮加起整修，并且做资源回收的单质量，一个月收入无够4000，省吃俭用，假期过日，只要厝也伫咧。7、8万啦，迄个。有早就开发啦，好无个咱人踮遮会当厝，咱来卖遐，迄个我个厝卖，个人踮袂好啦，你俩，在遮按惯势就好啊，你俩。介新郎厝，伊家赔咱无够，咱是经济赔我，咱着搁摕钱去跳舞啊买，咱哪有法度对？来困庙啊，无就现在来困一个来，无哪有法度，你俩。社子岛现在目前有300多户的低收入户。你今天要来开发社子岛，你最基本的要照顾这一些弱势团体，条件不好，我们不赞成开发。无期待霞子岛华丽翻新，只求一个当遮风撇雨所在。霞子岛设置的户数大约是4200多户，人口超过11000人。政府的禁限建令，霞子岛禁过将近50栋，厝老旧、景色衰败，生活机能无好，渐渐形成外界眼中占破边境之地。市长瓜文地上任了后，举办爱 voting 定案决定建设生态霞子岛，真无简单，等着改进的机会。但是政府一定的开发方式，所有居民焦虑。因为过去没有细部计划的规范，所以对社子岛任何一栋建筑物来说，也没有所谓的建筑线这件事情。那所有的建筑你要能够去兴建，因为你要申请建造，也就是你这一块基地范围到底在哪里啊？这个必须要建筑线来指定。那在社子岛这边，因为没有细部计划的规范，你的道路到底分布如何？你的巷道是哪里？
都没有办法指定。所以为什么没有办法开放，直接让旧建筑物就地拆掉之后，原位置重建起来？生态口号是假货，传统文化要尊重。开发社子岛市府计划采区段征收社子岛302公顷的土地，市府提回202公顷，居民只出100公顷私有地，而且开发期间被迫迁徙。2018年6月2日，内政部都委会有条件通过社子岛开发案，不过4000多户居民按照问题未解，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弹。我派一间破厝啊，佫会使掠风票哦。伊等若开发了啊，我是要去大道，对哦，我是要去大道。对，伊即摆对政府来讲啊，阮是一个啊，派一个破壳的瓜鸟啦，背着一个破壳的小小瓜鸟。不过咧，政府的形塑之下呢，因硬啊要甲阮的壳拔掉，甲阮讲啊，阮社岛的人啊是吸血的水蛭啦。阮超过20个人住一间厝，有真钱，养阮感觉安尼，阮唔免搁杂厝做啥物嘛。即摆一征收落去，阮变安那，大拢散去，过散去，佫拢无，阮要搁转来遮大吼，阮佫爱买厝，佫贷款，阮哪有可能佫有迄个机会，通我佫转来阮家己故乡遮大，等于将阮的土地拢征收去，叫外口人去大。过去一直处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心态，就觉得所有的乡村地区都要变成繁荣的城市地区，所以才把开发这件事情一直来当做所谓解决社子岛的一个工具。但是事实上，40-50年以后，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脉络已经改变非常大了。开发作为台北市作为这个长期的这个城市发展的规划，有没有这个必要？我想也不一定。出土寸金的台北市稳重规大片的农地，社子岛农业面积是高达170公顷。过去曾经是大台北地区主要菜色供应地之一，即摆依然有上百户农民。不过开发后只剩2.45公顷的农地，农民禁不住对未来感觉茫然焦虑。阮就是靠这啊，你向要来，愈就是迄事讲，一寡人要安怎？阮已经过60几岁啊啦，对无？会一知呢，正经的呢。阮遮做消防区救达达，对。你今仔日你要甲阮抢的时阵，你就无想讲，阮较早救台北，恁安尼有甲阮有对阮好无啦？对阮无好处，而且搁要甲阮抢去啦，安尼要安怎过日啦？用迄个年后的要来遮征收，征收阮即款土地，互你征收，阮免生活啊，免休啊，免做是啦，就是安尼啊。当年禁限建意外保留真侪空间，造就社子岛独一无二的存在。自然绿地景观嘛，互台北市都会区加了无共的城市风景，也可会当净化空气、调节气温，舒缓热岛效应。社子大桥旁还有这么一大片社子岛湿地，这里的人工生态池经过许多年的悉心营造，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生态，是许多螃蟹还有鸟类的栖身之所。必须为台北最后一块净地社子岛湿地，更加是赏鸟圣地。目前已经发现538种的食物，99种的鸟类，除了几啊种的过境鸟，甚至乌面腊杯嘛来造访。花边有水碧啦、花芒等等，生物丰富多元。居民都觉得有一点反弹哦，为什么我们的已经有很生态的社子岛了呢？可是你居然是把我们的农业铲平了，就变成80多公顷的公园，很多文化古迹也把它铲平了，这觉得就好像只有外表看起来是生态，其实我们社子岛里面已经没有生态的东西了。现在我们走这个小径就是玄安宫后面的小径，那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就更明显了下面怕打石头的系统，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属于在北投这边就地的一个私菜，那。这边来讲，我们开始垫砖，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其实可能水都可以淹到大概这么高。建立伫清朝黑南宫，那是保留完整基里岩石墙面，典型当时师傅手艺。庙内庙外嘛有饮水印记，社子岛建建半世纪，留下第一位祖老甲人文风情，包括百年传统的亚人土地公的活动。专家担心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，恐怕因为开发浪费掉。如果信仰圈的信徒不见了，他被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你可以想象说，这样子的业用土地公，它的路线它就势必它要被消失掉，它就势必消失掉。
所以当我们保留一个无形文化财的时候，就变成一个空壳，那反而加速了这个无形文化财的一个快速死亡。无关老大厦，无欢迎富足，独有的历史风华甲地景人文，颠倒成做社主岛宝藏，吸引艺术团体进驻。2012年成立的福摩萨马戏团，就选择这当做因梦想的基地。它所提供的大部分是比较像是硬体上面的，比如说空间，然后跟较低廉的房租价格。但是这是一个艺术团队里面它最重要的养分之一。你没有空间，你没有人，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创作下去。所以我可以讲，它可以像是我们成长的摇篮一样，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可以栖息的地方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去。跟马戏艺术在台湾的处境很像，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，可是不太知道它现在长什么样子，你不太知道它在哪里。那我觉得社子岛提供了 FOCA 一个很好的空间和环境，就是我们在一个相对也是边缘的地方，然后有一个我们自己的空间，在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伫社主岛找到剧名，嘛感谢伊提供的养分。面临开发后的挑战，福摩萨马戏团开始电影调查，而且将伊注点是火药，用入作品内面回归陪伴因作为成长的机遇。把它当作是一个礼物一样送给社子岛的居民，就好像我们曾经在这边，因为有你们的存在，然后我们可以也在这边，然后成长了一段时间。那我们可以留下些什么？记录社主岛美好一切，伊是25岁在地青年陈静，艺术科的出身，自细伫社主岛大汉，希望家乡就要消失。伊开始规划摄影甲导艺工作室，希望留下社主岛美丽身影。其实我过去的创作跟社子岛有关，其实也是在处理我觉得这个地方即将被消失的那一种状态，只是它现在被消失的速度好像更快更急。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一点什么，然后让它被看到。在过去，其实很多的陈情当中，很少人站出来，但是因为现在市府用非常强硬的态度，他要执意的去断征收社子岛，所以越来越多的长者，不管是长者、年轻人，大家都站出来，大家都说我们一定要站出来，守护自己的家园。就惊家园因为开发被破坏，居民想要留予后代更加纯净的生长环境，但是社主岛当年禁限建，发展当地限制困境，对社主岛未来的想象，居民出现另外一种声音。我是主张啊，一定要开发社子岛，然后才会接回这些年轻人，重新回来这里跟我们在一起。唯一采取区段征收，才有安置跟承租承购的这种机会。如果你反对区段征收，等于说你是那些低收的人啊，那些弱势的人，你等于是在反对自己将来找一条出路。早做晚做都要做，做了现在做就不会后悔，现在做条件会比以后的条件会更好。哦，那我希望我的小孩敢带女朋友回来。以后他们会分手，说你们住那个什么烂地方，这样的话，我真的会对不起我的小孩。社子岛也经过民众的上街头抗争，到行政院陈情，所以最后现在接受200年防洪频率的保护，也就是200年来可能才发生一次的洪水，那个水位会有多高？那我们要主体保护起来，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，那你这个土地使用强度可以增加。因为你可以容纳比较多的人口，那这个提高土地使用强度是社子岛的土地所有人希望看到的。国府市府开发拿度，未来社主岛会当容纳3万以上的人口，是目前居民的3倍。但是学者警告，袂当干那看眼前的利益，必须要考虑社主岛地质的特性甲安全。地质上面，在地形上面，它就是一个自然的沙洲。过去社子岛它的形状是一直不断的改变，而且大家都知道社子岛的海平面非常的低。本来社子岛只有6公尺高的堤防，1万多人，在气候变迁的情况之下，一定会发生强度非常高，高于6公尺的，高于200年这个一遇的这个洪水。
这个时候社子岛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这个洪灾的损失。你把更多的人口引入到本来就会危险、会淹水的地方，我认为这是很不道德的一个规划思维。区段征收大规模开发，是不是真正会当解决问题，让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呢？社子岛排入台北市防大水时日过半世纪，过去维权时期，伊是被牺牲的少数。即马居民希望有更较侪维语权，无愿意被放袂记的，要安怎改写未来？更较侪对话沟通，不可缺少。